Hello，各位好，又係我中原地產分享嘅機會啊！咁咧，今日嚟到何文田上蓋呢度咧，就係想介紹一個咧朗然峰嘅5A 座中低層 B 室一個單位。咁佢實用面積咧就係536尺嘅，一係一個兩房嚟嘅。咁我哋依家咧即刻去邊睇睇。咁入到屋咧，你會見到咧客飯廳係一個長方嘅大廳啦。另外，客飯廳附帶一個露台。咁露台係採用咗趟門嘅設計啦，採光度十足。咁露台望出去嘅景觀咧係非常之開揚嘅，藍天一片。望翻廚房方面咧，就係用咗一個開放式嘅廚房啦。咁家電亦都齊晒噶啦。咁由於喺何文田嘅上蓋咧，亦都係新樓啦，所以呢一邊嘅租務市場咧亦都好活躍嘅。咁細房好四四正正啦，容易擺位啦，就唔會係三尖八角嘅。咁洗手間亦都係光潔如新啦。咁嚟到主人房咧，右手邊可以做一個上到頂嘅衣櫃啦。咁然後做張雙人床啦，三邊落床都得，加一個嘅梳妝台。咁呢個主人房咧絕對冇問題嘅，因為佢兩房嚟講咧530幾尺咧就真係比較大。咁景觀亦都係非常之開揚啦。咁我本身從事咗地產咧都23年噶啦。咁如果大家都想揾筍盤或者想睇呢個單位嘅話咧，咁都可以揾我噶。多謝各位。